伫台南有一间咖啡厅，甲店内的菜单全部拢翻做台文字甲拼音，嘛结合抽签诗的元素，互民众伫啉咖啡的时阵有无同款的体验。喙无干狂什么的。少年家仔到底咧念啥？规个厅甲雾煞煞，佮换一个时段来试念这份咖啡厅的菜单。汤乌、拿铁啥物件？等一下。拿铁啦。虽然有的人客会晓讲台语，毋过雄雄摕到菜单嘛是沙无涨。台南这间咖啡厅原本是汉药店，店内除了有英语、日语、韩语的菜单，近来嘛特别推出台语菜单。若是人客袂晓念，头家阁亲身落去教。店头家讲，用保语参团交陪，较在地化。这些菜的内容像立体叫做拿铁，latte 是不是？我就直接用中文翻去讲，那好像我自己也瞬间变会说台语了。因为我有发觉讲哦，即马台人讲台语，其实慢慢啊变少啊，所以阮就决定讲用一个台语的菜单，啊，互人来看卖的，啊，感觉安尼足新鲜的安尼。来看这份台语菜单，汤乌拿铁，汤乌就是华语的焦糖，啊那定林的拿铁就是坚果口味。这份菜单是店家请台语工作者翻译，毋过要安怎翻才有气味，台语工作者认为创作成熟是必要的过程。挂来伊的方法去做引领，还是做伊去还伊的艺术，还是讲会当经过这新的物件伊的外观啊，还是伊的特色，原料去甲做翻译，啊，咪当参考过去再来有的台艺术去思考。为了要互大家认捌在地文化，店家嘛结合药签元素，互毋知要啉啥的人会当抽，毋茫人客来遮啉一杯咖啡，加挂文化体验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